各位老朋友、後生仔，我係李嘉誠。今日我想同你分享一句影響咗我一世嘅話。清朝陳文茂先生喺《養正遺規》裏面講佢：財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慮。你聽到咩？佢話錢唔夠可人就會成日諗好多計謀，見識唔夠可人就會成日憂心忡忡，思慮過度。我同你講，我縱橫商海7、8年，睇人無數，從早年賣塑膠花時許小伙計，到後來合咗海商界大佬，再到身邊跟咗我幾十年海佬陳子，見過海人多到數唔清。最後我發現，所有睇人海功夫，歸根結底就係要睇穿呢兩樣嘢。一個人喺謀同慮背後係佢財資源格局與識認知水平喺真實地派。好多人識人只係睇表面，睇佢穿得幾體面，講得幾好聽，但睇唔到根源。點樣先可以睇透一個人喺內心？我有8個方法，就係幫你從一個人喺難行主旨到推出佢內心真實喺財與識，等你可以一眼睇清邊個係真正可以託付海分半，邊個係你要小心海多謀多慮之人。你知啦，我唔係講玄學，呢78年嚟，我靠呢套邏輯揀合作夥伴，帶團隊，教子女，避過咗無數陷阱，亦結交咗好多真心對我係朋友。好多人話識人好難，其實唔係難，只係冇找對方法。你睇陳文茂先生幾百年前就將呢個道理講透咗，古人喺智慧真係值得我哋細細品味。呢8招唔係教你陰謀論，唔係教你去算計人，係教你點樣保護自己，選擇對嘅人。無論你係做生意揾合作夥伴，定係喺公司揀下屬，甚至係識朋友結親戚，都用得上。學識咗呢8個方法，你就唔使再為識錯人而多慮，可以好安心咁作出決定，節省好多時間同精力。呢套心法好詳實，我會結合我親身經歷和真實故事，慢慢拆解。如果你想學多啲呢種將古人智慧用喺現代社會和真實本領，一定要訂閱我李嘉誠海頻道，撳埋個鐘仔，因為我每一次分享都係幾十年摸爬滾打總結出嚟海乾貨，書本唔會寫，學校唔會教，錯過咗就好難再揾返。好，訂閱完，我哋就開始進入正題，講呢個識人海總綱。第一部分，生化總綱，從多謀多慮反推一個人的底層代碼。我同你講，陳文茂先生呢句財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慮，真係好似一個 X 光機，一照就可以照出一個人喺內心底細。我先同你拆解清楚呢句話喺真正含義，你先至明白點解佢可以成為識人海總綱。首先講財不足則多謀，呢度海財唔單止係金錢，仲包括一個人海資源、能力、人脈，甚至係內心係富足感。一個人如果覺得自己呢啲都唔夠，就會成日諗啲古惑嘢，走捷徑。點解？因為佢冇信心靠正途達到目標，所以就要靠謀。呢種謀好多時帶住投機、自私海成分。比如以前我喺茶樓做學徒，拎水包海時候，見到有客為咗省幾毫子茶錢，同客嘅拗到面紅耳赤，甚至偷偷將茶樓喺餐具收埋帶走。呢種就係典型海財不足則多謀，佢唔單止係錢唔夠，連內心海格局都好細，先會為咁細海利潤費盡心思。再講識不足則多慮，呢度海識就係見識、認知、經驗。一個人如果見識唔夠，睇唔清事情海本質，
唔知條路該點行，就會成日猶豫不決，前怕狼後怕虎。我仲記得以前喺茶樓，有啲客第一次嚟，揀個包點都要諗10分鐘，問東問西，驚呢個唔好食，驚嗰個太貴。其實唔係佢挑剔，係佢見識不足。第一次入茶樓，唔知咩嘢適合自己，驚出醜，驚食抵，所以先會多慮。我後生海時候都有過多慮海階段。剛剛創立長江塑膠廠海時候，接到第一個大訂單，我足足諗咗3日3夜，唔敢簽合同，驚原料供應不上，驚生產唔出咁多貨，驚交貨延遲要賠錢。後來我師傅同我講：阿成，你唔係唔夠膽，你係見識唔夠，唔知呢個行業海規律。我先醒覺，原來我海憂慮都係因為識不足。後來我多啲去了解行業，多啲向老前輩請教，見識多咗，自然就冇咁多慮。其實呢啲都係人之常情，無論係多謀還是多慮，如果只係偶爾為咗小事如此，都唔算大問題。但係如果一個人，尤其係一個公司高層，一個要同你長期合作可以分伴，仲係成日表現出呢兩種特質，咁問題就大啦。比如以前我有個合作夥伴做塑膠花生意海時候，為咗爭一個客戶，竟然偷偷將我哋海成本價泄露俾對方，仲講我海壞話。呢種就係財不足則多謀，佢冇信心靠自己海產品質量同服務爭取客戶，就靠詐騙中傷對手。呢種人無論幾有本事都唔可以深交。又比如我以前有個下屬，每次交俾佢一個任務，佢都要諗好來問某數問題，唔敢行下一步。有一次叫佢去談一個小訂單，佢竟然前後問咗我20幾個問題，從客戶佢以後到談判係每一句話都要我交。最後雖然談成咗，但浪費咗好多時間。呢種就係識不足則多慮，佢可認知同經驗都唔夠，所以先會經呢經過。後來我將佢調去做後勤，唔再讓佢負責對外佢工作，因為佢海多慮，會拖累整個團隊海效率。所以我同你講，識人係核心，就係通過一個人喺言行判斷佢喺財與識到底足唔足。而我下面要講喺8個方法，其實就係8個迷到海掃描儀，從不同角度收集一個人係多謀或者多慮海信號，然後反推出佢內心深處到底係豐盛定係貧乏，係通透定係狹隘。呢個先至係了解一個人所有底細。海真正要試，你唔使再被表面海現象迷惑，只要用呢8個方法一掃，就可以睇清一個人海真面目。方法1：觀其取捨，面對小利時的選擇，見其才之覺局。首先第一個方法就係觀其取捨，尤其係面對小利時，喺選擇。養正為規裏面講臨財木九德，意思就係面對錢財，唔可以不擇手段去爭取。一個人面對蠅頭小利時，海態度，最可以反映佢內心對資源海匱乏感同格局大小。你想知一個人海財到底足唔足，唔使睇佢賺咗幾多錢，只要睇佢對小利海態度就知。我早期經營塑料廠喺時候，就用呢個方法睇清咗好多合作夥伴海底細。當時有2個供應商，一個叫陳生，一個叫李生。陳生每次送原料過來，都會為咗賬目上海零頭同我哋海外界爭論半天。比如有一次賬目上差咗5蚊紙，佢竟然坐喺我哋廠房等咗1個鐘，一定要我哋補返俾佢。而且每次我哋向佢要樣品，佢都好小氣，只肯俾1兩個，仲要反覆叮囑唔好浪費。而李生就完全唔一樣，每次送原料過嚟，賬目上有零頭，
佢都會笑住話：小數目唔使計得咁精，下次結數一並算就得啦。有一次，我哋因為生產需要，向佢要多幾個樣品，佢不單止俾咗好多，仲主動同我哋講，如果唔夠，隨時再同我講，我再送過嚟。後嚟我先知道，李生當時喺生意規模比陳生大好多。佢之所以唔計較呢啲小利，係因為佢嚟深海採足，無論係資源定係格局，都比陳生大。佢知道長期合作海利潤比呢啲零頭重要得多。後來海發展都證明咗，我喺判斷，陳生因為太計較小利，好多客戶都唔鍾意同佢合作，生意越做越少，最後倒閉咗。而李生就因為大方唔計較，客戶越嚟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後來成為咗行業裏面喺龍頭企業。我同佢合作咗好多年，互相扶持，都賺咗唔少錢。我同你講，呢個方法可以叫做街市買菜測試法。你去街市觀察下，有啲人買菜為咗一棵蔥、兩粒蒜，同菜販講價講半天，甚至要菜販多俾佢一啲。呢種人唔單止係錢唔夠，連格局都好細。佢哋永遠睇唔到長遠海利益，只會為眼前海小利費盡心思。好多人海大局觀就係敗喺一棵蔥、兩粒蒜上面。相反，有啲人買菜唔會為咁細海數目計較，覺得合理就買，甚至有時菜販少收咗錢，佢都會主動提醒。呢種人無論係錢定係格局都比較足，值得深交。我教你哋一個實用海技巧，無論係做生意定係識朋友，你可以故意設一個小利海考驗，比如同合作夥伴談生意，故意讓少少利潤俾佢，睇佢海反應。如果佢好開心，懂得感恩，仲會話下次回報你，呢種人格局就大。如果佢覺得理所當然，甚至想再多要啲，呢種人就唔可以深交。同朋友相處，比如一起食飯，你搶住埋單，睇佢下次會唔會主動埋單。如果佢每次都讓你埋單，唔會主動請你，呢種人就比較自私，內心海才不足。第二個方法就係拆其應變，睇一個人遭遇意外時海態度。養正違規裏面講曹然臨之而不驚，意思就係突然遇到意外海事情都唔會驚慌失措。意外就係檢驗一個人見識、經驗同心性儲備海最佳時刻。一個人海識到底深唔深，唔使睇佢平時講得幾好聽，只要睇佢遇到意外時海反應就知。我同你講一個我早年談判海真實故事。當時我海塑膠廠已經有一定規模，準備同一家外資公司談一個大合作。呢個合作對我哋廠海發展好重要。談判當日一切都好順利，雙方都快啲達成共識係時候，突然發生咗一個意外。外資公司係總裁收到消息，佢哋公司在國外喺一個工廠發生咗火災，損失慘重。呢個消息一嚟，談判現場即刻安靜落嚟，氣氛好緊張。我當時就留意觀察外資公司團隊主要人物係反應，有一個副總裁即刻慌張起嚟，不停打電話，聲音都有啲顫抖，完全唔顧談判海事情。有幾個部門主管就呆若木雞，坐在度唔知做乜，眼神慌亂。而佢哋喺亞洲區總監一個叫約翰喺外國人就好冷靜，佢先安撫咗一下慌張海副總裁，叫佢先處理工廠海事情，然後轉過頭同我講：李先生，非常抱歉發生咗呢種意外。我知道呢個合作對雙方都好重要，我建議我哋將談判暫時終止，3日之後再重新談。如果3日之內你有任何問題，
可以隨時聯繫我。另外，我已經叫助理將今日談判喺初步共識整理成文件，等下發俾你，確保唔會因為意外影響之前喺進度。我當時就覺得呢個約翰好有見識，遇到咁大可意外，佢冇驚慌失措，反而可以快速作出反應，提出2-3個冇失海替代方案，終止談判，3日後再談，整理初步共識文件。呢種人就係識捉海人，佢腦海裏面有足夠海備用計劃，所以遇到意外先唔會慌。後來3日之後，談判重新進行，因為約翰海妥善處理，合作好順利咁達成咗。我同呢位約翰亦成為咗好朋友，後來仲有好多合作。我同你講，所謂識就係你腦海裏面有幾多個備用計劃，一個人海見識越多，經驗越豐富，腦海裏面喺備用計劃就越多，遇到意外時就越冷靜。相反，一遇時就騰機海人，個腦入面喺資料庫可能仲未裝滿，見識唔夠，所以先會慌手慌腳。比如以前我有個下屬，第一次帶佢去見客戶，途中遇到塞車，可能會遲到，呢個下屬即刻就慌咗，不停問我，老闆，點算？遲到咗客戶會唔會唔開心？我哋要不要轉車？我就同佢講，唔使慌，你先打個電話俾客戶，誠實同佢講，我哋遇到塞車，可能會遲到10分鐘，問佢可不可以等一下，如果佢唔得，我哋就約下次再見。呢個下屬照做咗，客戶好大方咁同意咗。後來我同佢講，遇到意外慌冇用，最緊要係冷靜，想辦法解決。你之所以慌，係因為你見識唔夠，第一次遇到呢種情況唔知點處理，多遇到幾次你就會有經驗嗎啦。你哋平時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觀察身邊海人，比如一起去旅行，遇到航班延誤，或者一次做項目遇到突發狀況，睇下佢係驚慌失措、怨天尤人，定係冷靜分析，提出解決方案。前者就係識不足則多慮，後者就係識捉海人，值得你信賴同托付。第3個方法就係審時歸因，睇一個人談論成敗時，海角度。養正為規裡面講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意思就係如果做事情唔順利，冇達到目標，就要反過嚟檢討自己。一個人將成功或失敗歸因曳步還是自身，直接體現其認知層次，亦都可以睇出佢海識到底高唔高。我同你講，一個識高海人，無論係成功還是失敗，都會客觀分析原因。成功咗會歸因於自己海努力，團隊海配合，仲會感謝身邊幫助過自己海人。失敗咗會先檢討自己海不足，然後再分析外部因素，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相反，一個識低起人，成功咗就會覺得係自己好叻，全靠自己。失敗咗就會歸因外部因素，都係唔好彩，個客有問題，團隊唔幫手，永遠都唔會檢討自己。我以前有個下屬叫阿強，係一個銷售主管。有一次佢負責一個大訂單，成功咗，佢就喺團隊會上大吹大擂，話全靠自己海能力先可以談成呢個訂單，完全唔提團隊其他成員海幫助。後嚟有一次佢負責另一個訂單失敗咗，佢就喺我面前抱怨，老闆，都係個客太挑剔，唔識貨，先至唔會訂我哋海產品，仲有市場部喺宣傳做得太差，客戶都唔知我哋海產品有咩優點。我就問佢，你自己有冇問題？比如你同客戶溝通海時候，有冇了解清楚客戶海需求？
你推介產品後時候，有冇將產品後優點講清楚？佢就支支吾吾講錯話你。我同你講，呢種人就係識不足，因為佢睇唔到事情海下身變量，佢永遠都覺得自己冇問題，問題都係別人喺。呢種人永遠都唔會有進步，因為佢唔識得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後嚟我將阿強調嚟咗銷售主管海位置，讓佢從普通銷售做起，磨練一下佢海心性。相反，我身邊有個老陳子叫周生，跟咗我好多年，佢無論做什麼事情成功咗，都會先感謝團隊海配合，然後分析自己在過程中海不足，話下次可以做得更好。失敗咗，佢就會先檢討自己喺決策執行有什麼問題，然後再同團隊一齊分析內部因素，研究解決方案。有一次，佢負責一個地產項目，因為市場變化，項目佢銷售情況唔好，佢就主動同我匯報，詳細分析咗自己在項目定位、銷售策略上喺不足，仲提出咗好多改進措施。後來通過佢喺調整，項目喺銷售情況慢慢好轉。我好欣賞周生呢種態度，因為佢懂得反求諸己。呢種人係高海，值得信任同重用。我同你講，如果你想了解一個人係識到底高唔高，你可以多聽聽佢談論成敗時面書化。如果一個人每次失敗都係一部荷里活大片，情節離奇，全係配角海錯，咁佢自己呢？可能佢仲未揾到自己喺部戲裏面海角色。呢種人，你千祈唔好同佢合作，亦唔好將重要海事情交俾佢，因為佢永遠都唔會承擔責任，遇到問題只會推卸。相反，如果一個人無論成敗都可以客觀分析，懂得反求諸己，呢種人就係識高海人，值得你深交同託付。第四個方法就係嚴其承諾，睇一個人係輕易承諾，還是總信守諾。養正為規裏面講言必信，行必果，意思就係講個海話一定要信守，做事情一定要有結果。一個人海承諾，最可以反映佢喺財與色海平衡。爭議承諾多謀，往往懸崖對兌現承諾所需資源、財和能力，識評估不足。我同你講，我最唔中意派一種人，就係隨便應承人，然後又做唔到海人。呢種人唔單止唔可靠，仲反映出佢喺財與色都不足，因為佢唔知道兌現承諾需要多少資源、多少能力。所以先會輕易應承，等到要兌現海時候，先發現自己做唔到，只能失信用人。我經常教我喺兩個仔應承人之前，一定要先衡量自己喺能力同資源，唔可以隨便應承。如果做唔到就唔會應承，一旦應承咗，無論幾難都要做到。我記得有一次，我個仔職中四海時候，應承咗同學又幫佢做一個模型，結果因為佢唔識得做，又唔敢同我講，搞到好慌張。我見到佢唔開心，就問佢發生咗咩事。佢將事情同我講咗之後，我就同佢講，執腳應承人之前，要先問問自己做唔做得到。如果你唔識得做，可以同同學講清楚，或者請人幫忙。但係你唔可以應承咗之後先話做唔到，咁樣會失信養人。後嚟我陪住佢一齊研究，終於將模型做好咗。我仲同佢講，今次我幫你，但下次你要記住，應承人之前一定要三思。在商業上，我亦都遇到過好多輕易承諾海人。有一次，我同一家供應商談合作，對方海老闆為咗攞訂單，拍住心口同我講，李先生，你放心，呢個訂單包喺我身上。
無論係質量定係交貨時間，我都可以保證，絕對冇問題。我當時見佢咁有信心，就同佢簽咗合同。結果生產海時候，佢先發現自己海工廠產能不足，無法按時交貨。最後雖然佢揾咗其他工廠代工，但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給我哋造成咗好大海損失。我同你講，聽到呢件事包喺我身上呢句話，你就要諗佢個身到底有幾大，裝唔裝得落，定係純粹係口技表演？相反，我有個合作咗好多年海分伴叫黃先生，佢從來都唔輕易應承人，但一旦應承咗，就一定會做到。有一次，我需要一批緊急海原料，找到黃先生，佢唔係即刻應承，而是先同工廠核實產能、庫存，然後同我講：李先生，我需要3日時間，可以將原料送過嚟。如果3日內送唔到，我會賠償你海損失。結果第二日下午，佢就將原料送過嚟咗，質量亦都好合格。我問佢點解可以提前送過嚟，佢話我核實之後發現庫存有現貨，就馬上安排運輸，想盡快送過嚟俾你。呢種人就係才於識都捉蟹人，佢知道自己有多少資源、多少能力，所以唔會輕易承諾，一旦應承就會盡全力做到。我教你哋一個方法，驗證一個人喺承諾係真係假。首先睇佢應承海時候係唔係好輕率，有冇仔細了解事情海難度、需要海資源。如果佢都唔了解清楚就應承，呢個承諾大概率係不可信海。其次睇佢喺過去記錄，如果佢以前經常應承人但做唔到，咁今次喺承諾都好難可信。相反，如果佢以前講到做到，咁今次喺承諾就值得信任。第5個方法就係給其敬畏，睇一個人對規則、對無形事物海態度。養正違規裏面講違法律，敬天地，意思就係要敬畏法律，敬畏天地萬物。一個人的識唔單止係見識同認知，仲包括對未知、對規律、對道德喺敬畏之心。一個有敬畏之心喺人，識有邊界，知道乜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一個冇敬畏之心喺人，識係狹隘海，以為自己好啦，可以為所欲為。我同你講，在商界咁多年，我見過好多冇敬畏之心海人，佢哋覺得轉到法律係空子，走行義海潛規則就係啦，就係有本事。但其實呢種小聰明及下暴露咗佢大見識海缺乏。真正有見識海人知道乜嘢叫做敬畏，知道乜嘢係不可逾越海紅線。以前有個年輕海創業者通過朋友介紹認識我，佢同我講佢海創業項目眉飛色舞，話自己海項目如何賺錢。我問佢：你海項目符合國家海法律法規嗎？有冇違反行業規則？佢就笑住同我講：李先生，做生意唔使咁死板，我呢個項目有少少灰色地帶，但唔會被查到蟹，只要可以賺錢，有咩所謂？我當時就覺得呢個人冇敬畏之心，唔可以深交。後嚟果然唔出我所料，佢海項目因為違反法律法規，被有關部門查封咗，佢自己都要負法律責任。相反，我有個朋友做金融生意，係佢就好有敬畏之心。無論做什麼投資，都會先研究清楚相關海法律法規，確保自己海項目合法合規。有一次，有個投資項目利潤好高，但係有少少違反行業規則海風險。有人勸佢，呢個項目利潤咁高，就算有少少風險都值得啦，但佢堅決唔肯做。
話做生意一定要有敬畏之心，違反規則海錢，就算再多都唔可以浸。一旦出咗問題，之前海努力就全部都冇咗。正因為佢有敬畏之心，佢海生意越做越穩定，成為咗行業裏面佼佼者。我同你講，無敬畏之心海人，好似揸架冇部車海跑車，睇落好快好偉，但你揀唔揀坐上去？我年紀大，選擇行路穩陣啲。一個人如果對法律、對規則、對道德都冇敬畏之心，咁佢遲早都會闖禍。你同呢種人來往，隨時都會被佢拖累。你哋平時可以通過觀察一個人對規則係態度嚟判斷佢係識到底有冇邊界。比如佢會唔會闖紅燈，唔會亂扔垃圾，唔會在公共場合大聲講電話。呢啲雖然係小事，但可以反映出佢對公共規則係敬畏之心。如果一個人連呢啲小事都唔遵守，咁佢在大事上都好難有敬畏之心。又比如在工作中，佢會唔會偷工減料，唔會欺騙客戶？呢啲可以反映出佢對行業規則同職業道德有敬畏之心。一個有敬畏之心嘅人，無論係小事還是大事，都會遵守規則。呢種人海識係高海，值得你信賴。第六個方法就係觀其神態，睇一個人在放鬆時開話題同關注係焦點。一個人在正式場合開話，可能會經過包裝，但在非正式場合，比如飯局、休息間喺閒談，就會自然流露其精神世界喺資源配置和見識興趣。一個人喺人話，就係佢內心喺主意推薦，睇下佢推薦啲乜嘢內容，俾你就知佢個資訊系統係咩水平。養正為規裏面講，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譽之快矣；與不善人居，如入煲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譽之快矣。你身邊海人海閒談內容，會影響你海思維同格局，所以通過一個人海閒談，唔單止可以了解佢海才與識，仲可以判斷佢係唔係一個值得你長期相處海人。我同你講，我好鍾意在非正式飯局或者休息間聆聽同事翻本海閒聊。有啲人一開口就係講是非抱怨，比如講邊個同事海壞話，抱怨公司海福利唔好，抱怨自己海運氣差。呢種人心靈貧乏，佢喺精神世界裏面只有負能量，所以先會將注意力放在呢啲事情上面。我有個以前係同事就係這樣，佢每次休息卡嘅時候都係同其他人講是非，抱怨過，結果佢喺工作狀態越嚟越差，人際關係亦都好差，最後只能辭職。而有啲人閒談海時候會分享新知，討論有意義海問題，比如講最近讀到海一本好書，分享一個新海行業資訊，討論如何改進工作方法。呢種人心靈豐盛，佢喺精神世界裏面充滿正能量，所以會不斷學習新知，提升自己。我身邊喺好多老臣子都係這樣。我們有時會在飯局上討論行業海發展趨勢，分享自己海讀書心得。通過呢種閒談，我們互相學習，互相提升，對工作同生活都好有幫助。我記得有一次，我同幾個老臣子一齊食飯，閒談嘅時候，其中一個老臣子同我分享咗一本關於企業管理嘅新書。佢將書裡面喺核心觀點同我哋講咗，仲結合我哋公司喺實際情況，提出咗好多改進建議。我覺得佢講得好有道理，就叫佢將書推薦俾其他同事，
仲組織咗一個讀書分享會。後嚟通過呢本書喺啟發我哋公司喺管理效率提升咗好多。我同你講，一個人喺閒談內容，就係佢內心喺真實反應。如果一個人喺閒談內容總係充滿是非、抱怨，咁佢喺財與色都好有限。你千祈唔好同佢長期相處，否則你都會被佢海同能量影響。如果一個人喺閒談內容充滿新知、正能量，咁佢喺財與色都比較足，值得你深交同學習。方法七，考期待下對待位階低者的方式，變其才智豐儉。人格財富第七個方法就係考期待下睇一個人對待位階低者喺方式。養正倪規裏面講待下以寬，意思就係對待下屬要寬容。睇誰一個人對弱勢者喺態度，反映一個人內在喺人格財富是否豐厚，是否因自身不足而需要通過欺壓更弱者嚟獲得滿足。我同你講，呢個方法係最好喺照妖鏡。一個人可以在大佬面前表現得謙虛有禮，但對待秘書、司機、前線員工呢啲位階低嘅人係態度，先係佢喺真實面目。喺大佬面前係樣，喺細海面前變狼。呢種雙面人，個人格銀行肯定嚴重透支，唔可以深交。我在管理公司嘅時候，好注重觀察管理層對待下屬嘅態度。有一次，我發現一個部門主管經常對佢喺下屬大吼大叫，甚至因為一件小事就責罵下屬。有一次，一個新入職嘅員工因為唔熟悉工作流程，犯咗一個小錯誤，呢個主管就將佢罵到狗血淋頭，讓佢好冇面子。我知道之後就找呢個主管談話，我同佢講，一個真正有本事、有格局嘅人，唔需要通過欺壓下屬嚟證明自己嘅權威。你對下屬刻薄無理，只會暴露你內心嘅不安同匱乏。你要記住，對待下屬要寬容體恤，只有這樣先可以團結團隊，提升工作效率。但係呢個主管並冇聽我嘅勸告，後來仲因為對待下屬嘅態度問題，引起咗團隊嘅不滿，影響咗工作進度。最後我只能將佢調離咗管理崗位。相反，我身邊有個老陳子叫陳生，佢對待下屬就好體恤寬容，無論係秘書、司機還是前線員工，佢都會尊重佢哋喺工作，體諒佢哋喺辛苦。有一次，佢喺司機因為家裏有事遲到咗半個鐘，司機好緊張，怕被罵，但陳生並冇責罵佢，反而問佢家裏佢事情解決好未，需要幫忙嗎？司機好感動，後嚟工作更加盡心盡力。陳生佢團隊亦都好團結，工作效率好高，經常完成好多困難嘅任務。我同你講，一個人喺人格財富比金錢地位更重要。一個對下屬刻薄無理嘅人，通常內心充滿不安同匱乏，財不足忌得，需要通過權力嚟填補自己喺空虛。而一個對下屬體恤寬容嘅人，內心係人格財富係豐厚海，佢知道尊重別人就係尊重自己。呢種人無論係做管理還是做朋友，都值得你信賴同深交。你哋平時可以通過觀察一個人對待服務員、清潔工、保安呢啲位階低者嘅態度嚟判斷佢嘅人格財富。比如佢會唔會對服務員大吼大叫，會唔會尊重清潔工喺勞動成果，會唔會對保安態度惡劣。如果一個人連呢啲最基本嘅尊重都做唔到，咁佢喺財與色都好有限，你千祈唔好同佢深交。
方法八，問其志趣業餘的堅持與嚮往，見其識之真謎語，才知源頭。第八個方法就係問其志趣，睇一個人業餘時間還堅持與嚮往。養正為規裏面講，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其小者為小人。一個人可以業餘時間投入到什麼地方，最能看出一個人真正可以靜、耐規力和可持續的精神財富來源。一個人海志趣，就係佢內心海充電漿，決定咗佢海生命韌性同廣度。我同你講，我好鍾意同一些年輕創業者或管理者交流時，問佢哋工作以外海持久愛好。因為一個人海工作可能係為咗生活，但業餘時間海志趣先係佢真正熱愛海事情。一個毫無嗜好或者嗜好全是純消耗海人，佢海創造力完全可能會填合。有健康持久志趣海人，生命海韌性同廣度會更大。我有個朋友做科技創業喺，佢喺業餘愛好係讀歷史書，佢話讀歷史書可以讓佢學到好多古人喺智慧，幫助佢更好地做企業管理。有一次，佢喺公司遇到一個管理難題，佢就從歷史書裏面找到咗一個類似海案例，通過借鑑古人海解決方法，成功解決咗公司海難題。我同佢講，你呢個愛好好好讀，是可以明智，呢種志趣可以不斷提升你海識，係你寶貴海精神財富。相反，有個年輕海管理者，我問佢業餘時間喜歡做什麼？佢話喜歡打遊戲、刷短視頻。我並唔反對打遊戲、刷短視頻，適當放鬆係可以係。但係如果一個人可以業餘時間全部都係呢啲純消耗海事情，冇任何有益海志趣，咁佢海識就很難提升。後來我發現呢個管理者在工作中缺乏創造力，遇到問題只會按部就班，唔懂得靈活解決。因為佢海精神財富來源好揮發，所以佢海思維亦都好狹隘。